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1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有社群媒体讲有翕到咱的海军玉山军舰伫咧海上有接受美国军舰的加油甲补给。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证实讲双方只是拄好去遇到。因另外针对中国海警最近是不断过来咱金门甲东沙群岛，或者是分析讲中国这种手段是咧向国际来展示讲因照台海主权。画面当中眼前的军舰，就是咱国的玉山军舰，是海军第一只会当支援立体化登陆作战的军舰，表示是会当协助运补外岛的物资，到日救灾。最近传出伫海上接受美方军舰加油，相关的画面伫社群媒体出现，引发关注。我们有海上不期而遇的一些应组的规则，那我们就会按这个海上不期而遇的应组规则来加以应组。台美军事合作副总代表顾立雄表示，双方是枪拄枪拄着，原来台美拍拼依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因应中国威胁。最近中国一直侵扰咱国的外岛，制造模糊地带的冲突。立即展开大陆渔船急速左右转弯蛇形巨检。高雄舰紧急高速回转拦阻，并实施水炮强势震慑，迫使停船。海巡署掌握到中国渔船对2月开始有无驶翔的现象，相对2月15出动6只的渔船组成的军团，放29只小船侵扰东沙群岛，又搁几界捕鱼。海巡前往赶走，却拄到中国的海警船护航。这段期间，海巡陆续扣留中国的小船，原来中国海警船一直干扰咱执法，也伫3月12、16、18出现伫东沙水口挑港的起诉坑。18日22时，海警33洞4。再度袭扰东沙限制水域，数度进出我限制水域航行。目前由海巡舰船全程监控驱离中。逆进入中华民国境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请立即转向驶离。中国海警船也走入去金门的海口，海巡署21发布讲，有4只海警船伫24点钟内2届侵扰金门的海口，海巡军舰强势甲伊赶走。学者观察，中国利用地理的优势侵扰金门、东沙群岛，对外凸显拥有台海主权，也想要甲南海内海化。东北部就是缺的那一块，就是东沙，东沙是现在我们中华民国控制住的，他们随时想拿就可以拿回去。我们怎么强势的回应，但又不至于所谓的这种升高区域的冲突？我想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两难。学者分析讲，中国无排除扩大模糊地带冲突的战机，对渔船、海上民兵到海警、海军结合认知战，想要甲台湾民心甲士气压到底。政府应该提出强势作为，向外界展现保卫海上领土的决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军的小汉宫操演今日是总算圆满来结束。总统赖清德嘛特别去到上山指挥部来勉励官兵，嘛宣布要替国军来加薪水。基层的作战部队上济加12000，不过这国民党立委齐卡心嘛话讲是加受少啊，伊搁再提出加2万的版本。这是二战操演小汉宫特别宣告，总统赖清德21前往上指部勉励官兵，是到守护上山机场的部队，来自陆战66旅。针对陆战队进驻上山机场，国防部表示，部队的战术位置是国家机密。学者分析，解放军可能对台湾发动突袭，陆战队会当快速反应，执行反击任务。台湾会坚定地站在自由民主这一边。坚定地站在反对集权并吞的这一边，像例如说你们刺针飞弹这一类的，可以对付这个直升机，它还没降落的时候，我们就加以它最脆弱的时候就加以打击。那这样我们根本后续就不用考虑接战的问题，直接将这些直升机击毁。现场展的装备包含204机炮、有红准火箭弹、气降飞弹等等单兵操作的反装甲武器，展现陆战队有高机动性、真厉害的反装甲飞力。另外，老总统也伫致辞时正式宣布，甲国军将加薪水4月初1生效。少校以下军官与士官、士兵是作战部队的主力，将从1万元调整为15000元。志愿役的官兵待遇的调整，志愿役加级钟户是小校以下5000块，中校、上校4000块，将军3000块。战斗部队加级第1类加7000块，第2类加4000块。作战部队的基层官士兵上济加12000块。赖总统强调，调整国军的待遇需要斟酌讨论，不是无限度化价。
赖清德总统说什么加薪要有感，不仅无感，而且还让很多人现在吵着说要退伍。所以我们等一下复议会坚持国军志愿役加2万块的版本，包括这个电侦加急、战航管加急跟那个网络战加急的部分，这个可能这些属于高专的，我们也希望能够长留久用的，可能会有在第二波战行政院核定以后再公布。针对南洋反对批评国军加薪水是增加较伤少，国立兄回应讲，主要照顾辛苦的战斗部队、基层的官兵，若是电侦、战航管等高专人才，会有第2波的加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刚才看中国的配偶伫咧家己的网络频道顶悬鼓吹中国武统。目前上新的进度是，有2个中国配偶同款是互人检举，即摆嘛确定讲要废止以前限期来离境。就学者是指出讲，中国是已经有并吞台湾的意图。那针对这种伤害国家的言论，敢算是言论自由咧？那这条界线，咱政府都要定好清楚。这场军演绝对是迄今为止威慑力最强、最具攻势的演习。也许明天早上醒来，宝岛上已经插满了5星红旗。为中国寄来台湾的网枪闹真压，因为翕鼓吹武力统一台湾的影片，互人废止疫情许可，10天内爱离境。针对个人有中国身份证的状况，内政部长刘世宏表示，经过移民署甲下部会的调查，已经有14个人因为有中国身份证废止台湾的户籍。查证中的对象呢，到目前为止大约是40多人。然后经过移民署依照相关规定，同时我们也是有跟其他的部会来做跨部会的审查，已经通报给户政事务所，并且废止当事人户籍者有14个人。学者认为，中国对台湾有并吞的意图，台湾政府就需要提防中国的渗透。即马内政部甲有中国身份证的民众废止台湾户籍。学者分析，这趟团结台湾对民主体制的信念，对抗渗透。学者指出，为了对抗中国的意图，政府要明确画出言论自由的界线。为了爱互台湾内部呢，会当有一个凝聚团结，譬如讲反共啦吼，譬如讲对咱台湾民主的这个坚持，对这个线爱聊吼，咱会当采取德国式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界限，就是讲你武统台湾这种算讲是叛国罪，这种袂当作为你言论自由保障的这个范畴，这个批评咱的总统，这拢是足正常的代志。但问题是你袂当主张讲哦，咱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学者指出，国家的安全安宁是上重要的代志，徛伫这个基础顶悬，咱就要明确定出言论自由的范围。学者激励德国的言论自由，稳准人民批评政府，但是袂用伫违反宪法主张纳粹主义，争作优越。像安尼伫保护国家的前提之下，定出言论自由范围，是台湾政府会使思考的方向。记者郭文郑准由台北报道。继续来看国内专门咧做监视器的厂商星瑞电子，即卖是表示讲，对2010年开始，因就开始咧对中国进口监视器的主机，佮改打做台湾货咧卖，甚至是讲有的系统佮会当连去中国的网络去，惊会资料泄露。昨昏这董事长是向问过了后，以100万来交保。调查官查扣大批货物相关监视设备，本来就要出货，即马拢被扣落来。我就知道我们就不会动。查封的安控产品，讲是国产，按过调查发现，业者涉嫌卖中国零件，伫台湾组装中芯大白，各将商品加做 MIT。经统计，该公司自中国监视器主机相关设备逾美金1亿元，相关中国制产品已大量流入我国境内。涉嫌生产的安控大厂就是上柜公司星瑞电子，为录影系统、门禁设备全部一手包办。不过，世界线材外口大高主机帮拢被查出是为中国来，佮较早为2009年就已经开始进口相关的设备，合代表高达33亿。星瑞电子发动性全力配合调查，对公司财务业务无影响。董事长甲副董事长经过检方审问，分别是100万甲30万交保。不过违法的10多年来，消往私人企业以外，连政府机关拢未过。
政府机关或者在一些这个公司行号在使用，那这个影响会更大，因为包含更多的官员的出入的行为啊，什么时间在做什么事情。科技产业有很多这种比较机密型的这种会议等等，都有可能透过监视器流出。专案的监视器主机佫被发现有花莲中国分段服务伺服器，治安专家示警，以及移动恐惊互对化整合，尤其骇客入侵会较简单。到底业者是单纯进口，也是知情？爱国单检调来调查清楚，调向早期处在甲虚伪标示产地等罪嫌侦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屏东的核三厂过车线路施工，险险就发生火灾，引起在地惊吓。其中，这在地民代表会主席赵继明指控讲，这电厂火灾时阵竟然是无第一时间就来通报，赛车启动电厂的大门。这检方正式来对伊提起公诉，嘛求处8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轿车直接对核三厂大门弄去，边的警察是要求赛车民意代表落车，双方随弯起路。屏东核三厂车落中道，因为驶走外地的公路切挂作业，无小心造成火灾。恒春镇代表会主席赵继明不安台电无伫第一时间通知疏散民众来到厂区要求要去视察，防拒了后开车去弄大门，互警方押上来阻止。冲动行为21号屏东地检署起诉。本应秉持理性问政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及法定职权，在合于法律的前提下去展现表意自由来解决问题。但是嫌犯舍此不为以激烈的冲撞方式妨碍员警来执行公务。检方以刑法的使交通工具对特群公务员施加强暴胁迫罪，请求法院将当量刑8个月。消息传出了后，赵继明搁再来核实的，讲要尊重后续判决，也强调弄大门虽然是不良的示范，也不过经过界定受到凸显核三厂长期对着乡村民众安全的忽视甲无负责任。核三厂还掩盖了一件蒸汽式小火警，相信核三厂这次的松散及忽视当地居民安全，会更受到外界的重视。离核三厂2号机度约敢剩无到2个月，事故了后，屏东县府对台电提出限期提交检讨改善计划，建立火灾及时通报机制，增强设备安检这5大真正的机制。对此，核三厂答应讲未来会同时来进行通报，并且列入平常时演练过程来降低乡亲的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检方最近的查案是查到一个查甫人假做律师，佮骗过真的律师去到事务所内底做法律顾问，又佮去交给市府内底员工佮2个警察，违法去摕到民众的个人资料。一案相关9个人拢去予检方来依照贪污、诈欺佮违反律师法等罪来提起公诉。办公室正常上班，人员就敢若平常时共款在出入。台中地检署侦办一件假律师的诈骗案，意外发现讲，台中市警察局工商登记科36岁姓蔡约雇人员，和第4分局2个警察涉及涉密道理，至于侦查终结，拢总提起公诉。蔡姓被告为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约雇人员，协助张姓被告非法查询并泄露多笔商业及个人资料，图得张姓被告等人免付查询规费之不法利益。36岁姓张的查甫人并无律师的资格。2022年开始，伫台中西屯冠名法律事务所的法务顾问，对外伫招揽诉讼的业务，互许民众更加相信，纳委任费差不多12万。台中地检署调查意外发现讲，姓张的查甫人透过大学的同学姓蔡约雇人员，去查几10条公司登记、档监事国资，再佮透过警友团体拜托第4分局派出所姓陈副所长和姓杨的警员，非法去查真侪条个人车籍资料来提供使用。检方发动第4波敲锤，落尾甲姓张、姓蔡和2个警察等涉案9个人，就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个人资料保护法、律师法和刑法诈欺处宰等罪，提起公诉。姓张、姓蔡2个人防收押，给予记过一次及调整服务地区处分。本案将视法院判决情形，再依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等相关规定办理。我只能说他并不是我们的员工，他也没有在我们事务所这边任职，也没有来面试。
法律事务所表示讲，市长的唔捌伫遐做过工课。台中市政府强调讲，社财约雇人员2020顺利底了后，无搁甲请两个警员的部分已经经过调整服务地区来处分，后壁配合检调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美丽县连续2届冲出去家人，这动保处人员讲，饲主是无在调，甲这狗仔管好好势，是强制甲狗仔来带走，罚20万。嘛有医师是提醒讲，像这种类似的案例，去互狗仔夹到的空喙，是真够来感染来发炎，上好是赶紧来消毒止血，好好照顾，才袂留痕。已经2摆甲民众夹着伤的比特犬拉去，互动保处没入了后，一看到有人挖过来，共款是随对人在吠。台北市动保处讲，2已经收到拉去原本的饲主纳的20万的罚金，目前拉去嘛是家己一个关伫暂时收容者，敢有人申请领养？动保处安尼讲。我们还会看过，就是说这个民众，就是他有没有饲养过真的比较凶、会咬人的比特犬。目前为止，就是大家都有传言很多要来认养，但是没有跟我联系的。急诊医师甘立健讲，根据健保的统计推估，当年差不多有2万人互狗夹着伤，大概差不多有60个人去就医，其中老人、妇人、囡仔等等，上会去用夹着伤。动保处提醒讲，若是伫路顶看到狗仔，伊出现颔棍后壁的毛翘起来，耳仔对头前翘起来，还是尾溜变定在摇，还是现喙气。都要注意讲，这狗仔有可能当伫要攻击的状态。若是讲歹运，真正互狗仔夹着，嘛袂当大意，因为狗仔的咬合力真强，加上喙内面有真侪细菌。若是民众互夹了后，感觉有伤到骨头、神经，还是无法度止血，本身有免疫力减弱的病，亲像糖尿病，过去5当无做破伤风疫苗的，拢爱就医。如果已经咬到肌肉层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深层的这个感染。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的送医，然后呢要做完整的伤口清理。我们用生理食盐水来做伤口的一些照护。那头3天的话呢，尽量就是不要一直去泡水。如果是在下肢的话，当然还是尽量我们下肢要能够提高，能够让这个发炎能够快点被代谢掉。医师提醒讲，互狗仔夹着，若有正确的紧急处理，会当降低感染，老包含组织损伤的风险，则袂因为无好好处理空喙，去影响到后壁的外观和日常功能。记者综合报道。刚才看到咧新报是有民众通报讲，伫伊的厝内在放鞋仔的橱仔内底有一只会叮当的物件，佮敢若会咬人，行到跟通报动保处来掠。初步想讲掠出来，竟然是一只洗手熊，在身躯内底佮有晶片，可能就是人饲的无细粒甲走出来，随通知这饲主来甲带回去。赶新增委屈几只狗伫下柜仔内底，乌白色的身份动物出现伫新北市中和民富街一间徛家，厝主咁么惊死，因为厝内底走入来野生的狐狸，随通报动保处。一大早看到吓死，很凶，他就很叫人，他很凶，都保处的，他不来收福利。动保处的人来到现场，才发现讲，原来伊是动物界外号叫做福民小贼的小熊。加在这只芭比的小熊身躯有注射恐怖的晶片记录，经由电脑资料查到，原来伊的主人住伫附近公寓，当工就领回去了。我们台湾的所有的浣熊都是北美浣熊，那北美浣熊它属于比较温驯的。如果说他觉得气味不对，你要强要去抓它的话，它可能就会攻击。实际上问附近的住户，原来这只小熊偷走出来几若摆呀，厝边讲伊真巧，会用手开喇叭锁，也常常看主人牵伊出来洗洗。伫街路上若是拄到这只小熊，大家也感觉真关系咯。经济部在110年已经公告修正限制输入货品表，其中包含浣熊。目前浣熊均不得再输入至国内。新北市动保处提醒，为了防止厝内底宠物无细粒走拍无去，民众应到新北市各区动物之家也是动物病院注射微型的晶片。若发现动物受伤害，也使卡1959动保专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火，因的停火协议即马会当讲是完全来破局。哈马斯是搁再向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射出3粒火箭弹。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怪罪伊的国安局长无提早来了解到哈马斯会来发动攻击行动，所以就甲换掉。אני תובע לשקול טוב טוב כל צעד וצעד ולבחון האם הוא תורם לחוסן הלאומי ובמיוחד אם הוא תורם למאמץ המלחמתי ולהשבת החטופים.
伫纳坦雅胡内阁以无提前以伫哈马斯恐怖攻击甲真歹信任做理由，开除国家安全局局长巴尔的几个点钟进前，以色列总统赫祖格头一届公开对政局发展表达烦恼。伊讲要完成甲人质带回来的神圣任务，另外又搁要恢复战争，互人真歹想象。以色列政治体制是权是掌握伫总理的手头，总统是一个代表性的工课，伊即个罕见的表态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特别是这个月，国会要进行年度预算表决，纳坦雅胡政府精细裁减教育甲医疗支出，大增加极端正统派犹太教领袖的支出，引来真侪批评的声音。2021年接管国安局的巴尔，任期按规定是要到2026年，表示纳坦雅胡真正的动机是因为个人的利益，无就是组织调查地属恐怖攻击的原因，甲其他严重的事件，要求和人质平安放回来的示威对抗，含指控纳坦雅胡威胁民主的抗议人士。20暗时，伫湿冷的歹天，组织伫国会甲纳坦雅胡徛家外口进行示威，现场有几6千人。I feel that the Israeli democracy was hijacked by the worst people possible, people that care about nothing but their very narrow self-interest. 迄天的特拉伊夫耶路撒冷是但几落波的空袭警报，是加沙哈马斯向特拉伊夫发射3粒火箭炮，显示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伫17月长的战事也未完全消了，互哈马斯绑票伫看袂到外口的棚坑内底，互人关491天。2月7日，伫以哈瓦人的行动互放回来，会以色列人质沙拉比二早伫联合国安理会听证会讲伊亲身的遭遇，伊讲伊互人靠手艺，无物件通食，互人争，佮互人侮辱。Hamas eats like kings, while hostages starve. Hamas steals from civilians. Hamas blocks aid from reaching those who truly need it. 以下的停火协议破局，这一波新的战火3日就大走，共要600人的性命，其中囡仔就占140多名，是最近1年以来一日上悬的囡仔死亡数量。破坏上深的甘尤尼斯救援人员二早伫一个省长的工具内底，发现一位才出世25天的查某婴仔，伊的爸母甲兄弟等等的亲人，全部拢互炮弹夺走性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搁再来看欧盟峰会，这欧洲领袖是搁再表明讲会坚定来支持乌克兰，而且要增加援助。英国甲法国是按算3月27日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来会谈。也那这川普是表示讲，美国甲乌克兰的扩散协议应该是真紧就会来签订。欧盟27国的领袖20是召开乌克兰议题高峰会，泽伦斯基以视讯来发表演说，要求各国支持50亿欧元的炮弹采购计划，而且施压罗西亚较紧同意和平协议。会后执委会宣布讲，会向乌克兰阁提供10亿欧元的贷款，而且用红冻结的罗西亚资产收益来行。除了亲罗西亚的匈牙利有无共意见以外，26国拢同意一项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声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施凯尔等积极地推动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者联名计划，带领西方国家促成停火，而且保障乌克兰的安全。英国第20召开志愿者联名军事首长的关门会议，做伙制定维护部队的计划。马克龙27要伫巴黎召开志愿者联名20国和泽伦斯基的峰会。Et nous finaliserons nos travaux de soutien à court terme de l'armée ukrainienne, de défense d'un modèle d'armée ukrainienne durable et soutenable pour prévenir des invasions russes, et puis des garanties de sécurité que peuvent apporter les armées européennes. 美国要第24伫沙烏地阿拉伯分別和羅西亞和烏克蘭開始新一輪的會談。人佇挪威的澤倫斯基要求羅西亞停止提出干那延長戰爭的無必要的要求，同款是堅持加入北約。伊嘛否認白宮講的，伊和川普伫通話內面有討論到把烏克蘭的核電廠所有權轉讓給美國的問題。Хочуть її забрати у русських і хочуть інвестувати, модернізувати. Це питання інше.
Це питання відкрите. Ми можемо про це говорити, але питання власності ми точно не обговорювали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美國總統川普20時表示講，美國會真緊和烏克蘭來簽包括稀土在內嘅碳產和自然資源協議，而且表示講，這禮拜和羅西亞和烏克蘭嘅領導人會談了後，伊推動嘅和平協議進展是真順利。公司新聞市會長編譯。繼續來看中國配偶伫咧家己嘅網絡頻道鼓吹中國武統，叫咱嘅政府廢止移親加限期來出境。即嘛是各兩個中國配偶共款是向檢舉限期離境。另外，咱內政部嘛擴大清查台灣人去摕中國身份證嘅，目前是查到14人，目前是全部來撤銷戶籍，嘛廢掉台灣人身份。外界嘛咧注意講，伫咧中國嘅藝人吳安，咁也是包含在內。這陸委會是證實講，會針對伊身份來調查，那確定伊有摕中國身份證，嘛依法來撤銷伊台灣人嘅身份。台灣人有中國身份證風波一直拖，根據內政部統計，總有40多人進入調查庭書，有14個民眾被註銷戶籍。藝人吳安也不祭拜發表親中言論，陸委會證實正在調查吳安是不是申請中國身份證。有包含黃安，不予證實，各自。我們不是對他無可奈何，我們會看看他在中國大陸發展那麼多年有沒有申領中國大陸的身份證，如果有的話，我們就會立即註銷他台灣的身份，也會跟主管機關一起合作，看他跟中國大陸的黨政軍有沒有合作行為。因為鼓吹武統言論和廢止居留權，並且限期離境的陸培亞，海基會講支持政府做法，更加以癌細胞加做比如，強調若無處理，會像癌症相關一直拖。我只希望我能夠留在台灣陪我的小孩。他會把小孩拿來，這個做一種也是政治訴求的工具，甚至講說要武統等等。我覺得我很難想象一個媽媽會這樣子，所以他現在講說以孩子作為一種訴求要如何，其實我會保留蠻大的問號。在亞亞了後，陸培小美阮其相關防檢舉佇網絡發布最破鼓吹武統親中言論的影片，以便樹立伊講經過查證並且通知當事人講因的意見了後，已經會向相關機關確定廢止兩人的移親居留許可，要求限期離境。Hello， 大家好，我是恩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面述講，小美團的影片內容包含台灣幾路上菜攏是這個五七紅旗等等，感謝消滅咱國主權。也若阮其講到解放軍演習展現強大軍事實力，也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鼓吹武統的侵略。同時，伊面述也講，絕大多數新住民攏認同台灣，愛民主自由的核心價值，呼籲民眾只有團結，才會到避免分化。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總統川普的關稅政策4月初2就要正式來發動，另外嘛要針對要報復對美國同款要扣重稅國家列出一份黑名單，叫做垃圾15國。紅城講咱台灣嘛佇咧內底，這經濟部長郭志輝是強調，咱已經有應對方法。川普政府繼續在檢視對美國扣高關稅國家，並且將叫做垃圾的15國，傳出台灣也在名單內。外界真關心經濟部是不是最後因應咧？對各種情境做假設的情境以後提出可以因應的方法。經濟部不是談判的單位了哈，所以我們就自己的部分呢可以收集資料。郭志輝講，經濟部不是談判單位，不過就家己部分有收集資料。根據路透社列出，美國前15大貿易夥伴國家，包含墨西哥、加拿大、中國、加德國、日本、韓國這國家，因為台灣也是其中之一。路透社又再再度引用耶魯大學有算實驗室的數據顯示，台灣對美國貿易順差2018年是11.9%，2024年是23.5%，台灣情況是真明顯。因為央行總裁楊金龍是第20個理監事會議結束了後講，就算台灣對美國順差繼續擴大，迄是因為美國需要台灣的晶片甲 AI 相關伺服器，台美是互補的關係，唔是無公平的貿易。因為美國是唔是對關稅擴大到匯率？楊金龍講，若敢若看匯率報告評斷標準，以川普1.0的經驗來講，愛達到3項標準才被列入匯率操縱國。不過中國進前就有一項也被指控是匯率操縱。根據以往我們跟財政部的一個評估呢，我們確定我們還是應該，我們的第3項應該是不會
不会达到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有一点 worry 的，怕它的这个不确定的那个转变，对我们有一些不利的一个评估。对川普的不可预测，经济部讲已经想好因应，财政部也加点输往美国的前30大货品，由行政院代表贸易小组做推演，结果由受到影响产业的主管机关提出方法甲协助，不过到底安怎影响，恐惊又要等4月初2才知。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今日是公布立法院通过总预算案甲财委法的修正案，监察院已经表明讲后礼拜就要来澄清释宪。另外一方面，国民党是搁再提出反废死甲反戒严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主席李进勇是表示讲，咱政府是本地就无废死，嘛无戒严，即马搁要发动公投来反对，实在是讲袂通。请大家安静一下，我们今天开会。韩国如中想要来维持议场的特殊，但是现场共款乱。国民党推动反废死、反戒严的公投，哪位提案？日拜日议会议场拼要二读，但引发朝野起冲突，落尾是无结果。那也目标改拼25议会要来二读。不过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回应讲，两个公投案是政府部的政策，提公投要求卖做逻辑有问题。如果说这样子的公投有结果的话，也没有办法按照公投法第30条的规定来发生它的效力。样子上好像是独立的中选会，请就不要对立法院的提案予以置喙。好，那立法院提案有立法院提案的想法。蓝营为了反制这个罢免而提出了反废死跟反戒严，事实上台湾没有废死的问题，死刑确实是在执行，所以这个部分是个假议题。李进勇进一步解释讲，创制是讲即马政府部的政策，透过公投希望政府会当制定施行；复决是透过公投要求政府废止现有的政策，强调会等公投主文含理由书送到中选会，再个召开委员会来审议，依法来裁决。行政院长杜永泰是中心这两件代志根本就无存在，要求拄好就好啊。另外，总统府赶伫2日公布总预算案和财委法的修正案，外界关心行政院敢会有后一步的救济手段。就中央政府总预算而言，除了立法院之外，其他的宪政机关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紧接下来的时间，来跟所有的公法学者来做更进一步的研究。杜永泰强调讲，所有的宪政机关因为预算胎动和司法的影响，会要求在宪政精神之下有一致性，而且做必要的分工。另外，因为业务恢复大幅体检，正正开第1层的监察院，下第2是正式向宪法法庭来上证，申请释宪。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总统府今日嘛，搁再公布7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其中提名院长蔡秋明是现任高检署主任检察官，提名的副院长苏素娥是现任的最高法院法官。两个人拢是办过大法界军南案的关键人物。副总统萧美琴嘛表示讲，这个名单是兼顾专业甲多元，嘛希望立法院会当来支持。总统也强调，去年提名7位司法院正副院长甲大法官，毋过互立法院封杀。日伊搁再公布新名单，其中司法院长被提名人是现任台湾高等检察署主任检察官蔡秋明，副院长被提名人是现任最高法院法官苏素娥。也那两个人拢捌精心过立法院南北案。蔡秋明也表示，希望会当协助因应宪法的挑战，佮创造健康的司法环境。一位是当年的检察官，一位则是当年的承审法官。对于我国追讨巨额不法所得有重大贡献。在德国，每一位法官其实他都有当检察官的经历，我觉得是有益法官的心理健康，比较不会像台湾的法官这么狱卒。那近日也面临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中方机关之间有法律面跟政治面的挑战。相当部分是涉及宪法的层次，这些问题其实是适合由司法院的宪法法庭来协助处理。另外5位大法官被提名人，肖文生是国立中正大学法律学系教授，林顺辉是最高法院法官，林丽荣是现任台湾高等检察署主任检察官，陈祖勇是台北大学法律学系教授，詹定英是政治大学特聘的教授。7个人当中有2位法官、6位检察官、3位学者。总统秉持前瞻思维，这次提名做了3个考量，
也是3个期许。第一，守护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第二，提升国安案件专业能量；第三，持续推动司法改革，提升审判品质与效率。萧美琴表示，这届大法官被提名人名单实务甲学术兼备，也期待这7位被提名人得到立法院的支持甲同意，互宪法的5权分立精神会当延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高雄主管的鹅寮渔港对外道路是变啊休困日就会塞车，在地通安桥是按1亿外经费，今年就要来重启完工。大家发现讲是完全袂当接起台17线，这交通的问题共款是完全拢无解决。干务局是强调讲，会搁检讨来规划，搁开一条新路，明年就会来动工。蚵仔寮渔港的摊商骹手溜俩，有人碰就紧甲金马保护满。无论是平常时或者是休困日，来蚵仔寮观光食海产的人查。不过当地民众讲，蚵仔寮长期拢靠通港路这条路来出入，便若休困日，海港就会规条路拢塞车。当地新起的通安桥煞嘛有问题。伫白楼来到接阮这个所在吼，都要3公里，3公里远吼，拜六礼拜拢塞车，所以做歹疏通的。遐里长头讲通安桥做好后壁无通啊，那时候我心里就燃起了一个疑问，我说为什么桥政府开几啊亿来改造一座桥，但改了新，了后壁无通。原来通安桥2022年因为判定无安全，红铁图开1亿2600万的经费重新改建，打算要接电宝桥的爆花，又搁有新台17线，正做替代道路。想袂到新台17线甲爆花的地势，煞前差有3米，无法度对接，接过就要通车的通安桥，煞面临有桥无路的状况。垫高3公尺之后，却发现出去是不安全的所以他们当新工处个交通局研究无法度的时候，我嘛甲讲，你若这个旧的路线，你无爱互阮通，你爱甲阮研究另外一条新的路线。新工处评估都市计划道路开辟长230公尺，宽21公尺，所需经费约9500万，已提报市府循预算程序编列。新工处表示，未来通安桥南边会开新路接万港路，海线地区会当通过新的车路，佮接对新台17线，希望会当改善蚵仔寮当地交通塞车的问题。目前已经摕到道路用地编预算，上紧明年动工。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过来这条新闻，这爱食青无煮过物件这民众，都要特别来说你。最近南部有一个也未满10岁囡仔，食了是身体无爽快，住医院检到出血性大肠杆菌，这也是最近咱3年来头一个。目前这接触者34人拢无出现症状，不过这感染源都要个厘清。看起来真青的肉排，放在前台是芳公公。不过，青正的肉品要食落去进前，一定要搁注意。疾管署2早公布案例，南部一位无10岁查某囡仔，伫3月7日出现发烧、腹肚痛、屎出血等等的症头，这样病院了后收治住院，落尾伫18经过检验，确诊是出血性的大肠杆菌，更加是国内3年以来头一个案例。食品的一个检体呢，跟人体的一个检体呢，结果都是阴性。19号的时候呢，那也邀请了农业部、还有食药署、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个相关单位来做就疫情调查跟防治策略的一个部分。疾管署表示，目前个案转一般的病房观察当中，卫生单位甲农政单位也紧急启动相关的调查，列查某囡仔的接触者34个人是拢无疑似的症头，另外亲人等5个人，阁有食品检体采检，全部拢是阴性。不过查某囡仔阁有啉私人加工处理的用冷，经过检验，结果也是阴性，所以详细原因阁在厘清当中。台湾的食物也慢慢的转向多元化，那所以说各式各样的随着食物而来的病原体来源都有可能发生。以后餐厅呢可能在食物的一个保存，还有说在消毒上，那厨师等等厨房人员的一个卫生，那其实也是未来我们的食安的安全指标。
针对这个案例，要医师推测问题是出伫海产的可能上大。疾管署也特别提醒讲，个人食熟的物件是较济，毋过国外的病例包含食用生菜、无煮熟的肉排，或者是青冷，这拢可能是染病来源之一。应该避免食无熟的，或者是无经过灭菌处理的饮品，降低感染的风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中华鹿港的鹿港国小，学校内底有开百馆课，为着要让学生会当了解到这半仙戏当中最八仙的故事，佮安排去庙内甲布拉店内底找找八仙的形状，来了解台湾的传统文化跟工艺品。学生囡仔伫庙内打头看，找到八仙随翕相记录起来。中华鹿港的鹿港国校啊，甲文化局合作八馆课，为着让学生啊更加认捌八馆办仙戏、水八仙的故事，学校特别带学生去庙内、布拉店侪所在找找八仙的影子。老师咧上课的时有讲过八仙的故事，今仔日阮来鹿港找八仙伫倒位？我今仔日出来找八仙，有看到木雕的玻璃彩绘，我感觉足水的。鹿港的庙真正足多八仙的，我感觉足好生、足趣味的。神话传说内底八仙，一般讲的是好仙姑、汉相主、泽国姑、拿彩盒、汉钟离、李铁拐、李洞宾甲张果乐，各人有各人的法器甲卡力。除了传统戏曲接出现的八仙祝寿、水八仙、庙宇砖塔，嘛通看到八仙的影子，有代表福气甲好运的意思。北管办仙戏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八仙戏，所以我们想说带他们就是来鹿港社区寻找一下各间庙八仙的踪迹，也顺便让他们认识一下鹿港社区有哪一些文化跟历史。八仙其实是庙宇啊，是咱邻家厝内底拢会使看到八仙的形影，啊有的是茶雕的，啊有的是绣旗，啊有的是彩绘、金竹吹，拢会使看到足侪八仙在咱生活当中。学校表示，透过找找八仙的过程，一来会当加深学生啊对民间信仰的认捌，二来也会使看到雕刻、彩绘、刺绣无共创作方式的八仙，互囡仔了解台湾的传统工艺。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新竹本土剧推广协会办活动，是特别带囡仔去到布袋戏戏馆内底，听师傅讲戏、讲口碑、学台语，来体验耍布袋戏。嘛，希望让学台语这个代志会当变加真趣味，嘛用轻松方式来了解咱的传统艺术。趣味的布袋戏演出，互台下的大人、囡仔看甲笑嗨嗨。师傅佮透过家己改装过布袋戏红仔，现场演出变面特技。以前的迄个布袋戏，甲今卖的布袋戏，迄是无共款。我想要来了解一下，是倒位较无共款安尼。布袋戏到后尾啊，拢较少看到，嘿，啊，像迄要去庙的办活动的时阵嘛，无一定看会到，所以看到这活动的时阵，就带囡仔来看。所以我将布袋戏甲改，哦，买顿个红仔一阵去改。哦，改迄个饭鸡龟的啦，吼，还是改踢骹球的啦，吼，啊，布袋戏我有兴趣安尼啦。新竹本土剧推广协会带大家来到布袋戏馆，透过老师傅精彩的表演，来了解布袋戏的台语，甲一般的台语有啥物无共以外，佮有大家动手耍布袋戏，体验学台语是趣味佮有意义的代志。大家想到布袋戏，就一定会想到伊是用台语讲，而且布袋戏的台语非常的无共款，伊通常拢是用文音来念，所以你若是定定看布袋戏，你会当学到一寡较专业的台语。然后，互囡仔来接触布袋戏，除了伊可能会感觉安尼较趣味、较新奇，因为人一个红啊，然后伊会当亲手去摸着、去看的时阵，因就感觉台语可能是较趣味的，交因是有路用的物件。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布袋戏台语体验活动，也让大家对看戏的过程中，学台语渐渐认捌台湾的传统文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今仔台南市日前国小的学生是透过绘本来画出台南开基玉皇宫、开基天后祖庙的民间故事，嘛用台语来配音，设计互动游戏，甲绘本创作，变做因一份上宝贵的毕业礼物。
今仔日5月14日涉水，一笔一过画出台南开启玉皇宫买命钱的民间习俗。买命钱是讲有人破病会去庙内祈求换命钱，望保庇早吉福源。这本绘本透过金币来串联内底的故事，要让大家感受台南这座城市信仰文化的魅力。那画图老师嘛指导学生用台语配音，不论写情情绪拢真投入。这嘛是囡仔送予家己一份上珍贵的毕业礼物。困难的地方是要画出神明厅华丽的神像，还有他的头饰、衣服，我们都不是随便乱画的，我们都有实地观察过才画的。我们以前都没有遇过，就是大家一起来创作，我们这次是大家一起创作，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伫林国小的师生拢总完成3本绘本，囡仔用实际行大社区，用心来写绘本的内容，因也阁设计互动式的 AI 游戏，像跋杯文化体验。另外一本是小解庙内雕刻技术，甲常看到的奖品。庙方讲这是一个结合教育创意甲文化传承的好活动，嘛互学生对本土信仰产生认同感。这文化对咱来讲，甲传承啊，这是咱历史悠久的公庙文化吼，甲往上来提升啦。因为庙大家也无啥物产品，只是信仰，来提供咱这全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对信仰的一些敬仰。囡仔佮写程式哦，设计吼，来有一个跋杯哦，大家设计的方式佮想法完全的无同。国家图书馆已经发文完输入到咱的国家图书馆。校方讲，刷大家的运用校内摄影棚，由6年的囡仔担任校内台语主播，向全校师生分享因创作的点点滴滴，甲绘本的故事，体现创作的成果。绘本唔单是一本册，更加是一份对土地的祝福，互毕业变做一段真有意义的文化旅程。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为着要推广家己新港的艺术发展，新港书委会甲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在地艺术家甲旅外乡亲来做伙办一个书画展览，计共45位的艺术家甲超过90件的作品，来展现出新港在地艺术创意。大大小小一百的书法甲图画，展现艺术家因对生活观察甲感受。嘉义县新港文化馆的25号仓库，展出新港在地甲旅外艺术家的作品，有那表现新港艺术的力量，嘛希望会当来推广艺术发展。新港文教基金会创立了真好的基础，大家听讲我招你来新港展览无？大家我新港好哦。所以新港虽然地头真小，咱用小小一个地头。可是咱送发出来，阮能量啊，能量是足大的啦。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新港书委会是在地甲旅外乡亲退休老师，为着要推广书法甲画图所成立的艺术团体，透过每一档的展览，旅外乡亲有能会当协助故乡的艺术推广，嘛鼓励退休的长辈有一个会当发挥的舞台。每一档的时阵，拢会当看到迄个老师来展览，老师的画图的艺术嘛，拢足厉害。还有足侪乡亲，大家咧甲斗捧场。对新港的文艺的一个贡献甲爱，会当大家拢一直传落去，互咱新港的这个文艺不管是书法画图方面的，拢会当进步。这一年一届的展览已经举办11届。参加艺术家表示，当回来故乡展览的时阵，会当甲其他艺术家来互相交流，希望透过大家逐摆无共作品，培养新港乡亲对艺术文化的关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联合国公布2025年世界幸福报告，芬兰是连续8年拢摕到第1名，台湾是排27名，亚洲第3，东亚第1，赢过日本甲韩国。因为伫香港是一年比一年更加退步，已经达到88名。规家伙仔斗阵食饭，培养感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代志。这嘛甲台湾即届伫咧2025年世界幸福报告中，摕到全东亚上幸福的国家有关系。调查指出，台湾人会感觉遮尔幸福，是因为台湾人常在和亲情50斗阵食饭，一礼拜7天，平均有5.5天是和人斗阵食饭的。这个指标伫咧142个国家当中排名第8名，代表台湾人较袂感觉孤单，所以感觉足幸福的。我们是那种家庭很和乐的大家族，我妈生了7个小孩，我们家族基本上每2、3个礼拜大家都会聚餐一起吃饭，
还蛮幸福的，就是可以边吃饭，然后边聊一些话题，就是聊生活。这届世界幸福报告中，台湾伫咧全世界排名27，比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和香港搁较悬。研究嘛指出，香港的幸福排名是一年比一年搁较低，对去年的86名，来到今年剩88名。我想，其实每个人香港人心里面都有把尺，他那个尺是对比的，其实不是跟其他的去对比，是跟过去的那个非常自由的香港税进行对比。这一个报告的一些关键指标，包括人均 GDP 啊、社会支持度啊、那预期寿命啊、自由度，那刚好就是符合我们台湾的目前当下的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学者讲，台湾是一个真团结，而且非常有人情味的国家，尤其是台湾是亚洲头一个同婚合法的国家。最近这几年，伫咧 LGBT 少数性别族群、弱势族群这个议题，拢非常重视，显示出来台湾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国家。这届会当正做东亚上幸福的国家，是真自然的代志。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今日联合国嘛宣布讲，2025年就是国际冰河年。今日3月21，也就是全世界头一个世界冰河日。目前全世界是要超过21人用水的水源，也是咧靠冰河甲落雪消融的水。不过，有专家预测讲，到2050年，这全世界都有1/3的冰河会完全消失。这是2021年5月巴基斯坦北部严重的水灾，钢筋阿崩土桥和大水冲甲放弃真惊人的场面。巴基斯坦的北边就是喜马拉雅的山区，和欧洲的阿尼比斯山、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也有北美的洛基山脉，搁有南北极地区同款，在全球暖化之下，冰河快速流失。We had an increasing loss by glacier ice year by year, accumulating in this incredible number of about 9,000 gigatons of ice lost since 1975. 针对冰河下游的居民来讲，冰河适当涌起的水是压产、跳舞甲生活真重要的水资源。不过暖化造成冰河加速涌起流失，雨伞和山来落去的迄卡岛冰河湖扩大，累积的水量增加。若是湖边沿的岩石甲冰架放弃，水流就会冲落来，原地挖靠这寡水源的居民，就会受到大水甲土石流的侵害。那南北极的冰河流失、冰架放弃造成的海平面上升，专家暗算平均每一年大约是比1毫米加一掛。It's a small number with a big impact. Each additional millimeter of sea level rise exposes an additional 200,000 to 300,000 people to annual flooding. 除了影响气候变迁的相关措施，专家认为讲，全球必须要强化冰河涌起的预警系统，监测冰河的动态，互下游的居民提早预防水灾。专家指出，这毋但是环境的问题，是人类生存的保卫战。冰河加速流失，所致数的水灾，除了造成下游的生命财产损失，也危害到粮食安全甲能源稳定，更加免讲生态环境也受到威胁。公司新闻齐家人报道。明仔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1度到25度，中部地区10度到25度，南部地区12度到26度。东部地区12度到24度，外岛地区11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Thank you.